带你们深度感受一下，在内蒙古牧区参加蒙古族婚礼是种什么体验。哎呦，你都起来了，媳妇儿，几点了？等我起吧啊，马上7点了。今天有婚礼呢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对呀，对，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，睡懵了，快，赶记性啊！这来的人还不少呢吧？我看。一会儿婚礼就在那里大型油棚里。哦，看见了。进屋多呀？进屋。我俩进去。先喝茶吧。哎，媳妇儿，那是啥呢？肉汤饺，吃这个呀？啊，我不喝茶，你给我盛碗那个。这个看着真不错。看这汤饺里都有啥啊？羊肉、饺子、粉条。我先来个饺子啊。媳妇儿，这个是真好吃啊！你会做吗？会，这不就是汤饺吗？你尝尝。你有时间也给我多做点这个。行。吃饱了，走，咱俩出去转一圈吧。牛肉呀，你看拿这个多少？我看。哇，这一大盆的肉啊！看看这边是啥？这边煮的是肉吧？对，手把肉。哎，肉也下锅了。啊，这大灶子。小气球棚整挺好啊。啊，氛围感还挺好，你看整的。比那好看。啊。